好，来继续来看，昨是台湾光复节，马祖南竿岛的海峡，竟然是出现超过100台的渔船、货船甲抽沙船，拢总来自中国。当地乡亲讲，这个中国船是假假，用要甲规个岛总包围起来。海巡马上调派着2台的巡防艇，甲1台的新北舰，赶到现场，甲中国船赶离开。哇，整个被包围起来了。 台湾光复节的透早海面上，目睭看到所在船是有够多，强要将马祖南竿岛甲围起来啊！因为这拢不是台湾的，是来自中国的抽沙船。你已经驶入我方禁限制水域内，不可停留，更不可锚泊，请立刻离开。海巡透过雷达发现唔对，遂赶到现场，发现讲马祖南竿岛到基港的老心带水域。 昨透早，中国渔船、货船，甚至是大型抽沙船、运沙船出现伫6千公尺禁止甲限制水域的边啊，马上采取行动。请你立刻离开，本艇将持续与水炮进行强制驱离。光复节出现这款的场面，外岛的居民会烦恼，一定要大家放心。守护国家安全，也绝对会做到滴水不漏，请国人放心。 去年到今年的9月底，海巡其实已经定检逮案6台中国抽沙船，没收罚金，拍卖缴国库金额有1亿4980万，行政罚金嘛有700万。海巡队结合大型的军舰，继续加强海域巡防的勤务，会将超过界线的中国船赶走。